大家好，我係曉晴啊。咁近期咧嚟到實領銀灘2期嘅三林海峽，介紹一套咧超靚嘅筍盤俾大家喎，可以睇得到好靚嘅山景，重點係咩咧？又安靜嚇，仲係高樓層，可以做得到南北對流嘅情況。業主維護得非常好啊，全套嘅家私家電齊全，都係贈送俾大家㗎嚇。總價19.5萬嘅呢個價位咧，算係一個正常嘅一個行情價啦啊。喺三林海呢邊咧，佢嘅一個價位都係會比較平少少嘅嚇，成個小區嘅一個質素啦都係唔錯嘅。首先咧，我哋樓下嘅一個園林啦都非常舒服啦。樓下呢邊咧仲有個三林海嘅公園，所以咧呢個點啦，下晝5點鐘嘅時間，好多嘅一個業主朋友咧都落嚟呢邊散下步，同埋咧呢邊樓下嘅一個配套咧都係有嘅嚇，便利店啦、藥鋪啦、街鋪全部都係開滿晒嘅，仲有業主食堂，簡單咧買啲菜啊仲係 OK 嘅。咁如果咧要多啲選擇嘅話，可以去到海鮮中客市場同埋銀富市場嗰邊啦。呢度咧坐個電雞車大概7-8分鐘就可以到噶啦，同埋樓下25蚊嘅京橋巴士70分鐘可以直接翻到蓮塘口岸、羅湖同埋福田黃背嶺都係 OK 嘅。25蚊咧就非常方便我哋嘅一個港人朋友啦嚇。口岸翻嚟咧會比較方便啲，比打車啦，比自己揸車啦，仲要平好多啊嚇！咁樓下嘅一個268啦、202公交車啦，都可以直接去到大亞灣萬達廣場同埋我哋嘅沙田地鐵站，2蚊雞就 OK 㗎啦。60歲以上咧可以辦下我哋一個老人卡啦啊，免費坐我哋公交車咧都冇問題嘅。好啦，而家咧就跟住曉晴直接上去睇下呢層單位。OK， 而家曉晴咧就嚟到呢層單位嘅樓上啦。哇！呢個單位咧真係好靚嘅景觀啊，可以望得到咁靚嘅山景，以及下邊嘅一個田園景觀嚇。下邊咧全部都係我哋一個固定嘅景觀啦，都唔會話有改變嘅。咁咧呢一座咧15座咧，區別於我哋前邊嘅一個9座啦。9座咧雖然話咧都可以望得到咁靚嘅一個山景啦，但係畢竟咧係靠近一個馬路，所以咧會比較嘈少少啦。所以咧15座呢個位置咧就會比較安靜啲嚇，住起身咧都會比較舒服嘅。咁其實而家都可以望一望三林海呢邊嘅日住率都唔會話好低嘅。呢邊咧都好多老人家喺呢邊退休啊、度假長住嘅，年輕人都係有嘅。咁呢套單位係一個69個方2房2廳雙露台嘅一個設計。首先望下我哋嘅一個露台啊，呢個景觀露台。佢嘅一個天花咧都係好乾爽嘅一個情況，冇咩甩皮甩骨啊呢啲問題嘅嚇，就係有啲蜘蛛網啊需要打掃喺一個衞生。咁內籠咧都係開間3米，樓底高度2.9米嘅，牆面咧都係之前開發商嘅一個膠標嚟嘅，全屋都係帶埋一個全套嘅家私電器統一風格。都係之前之前興嘅一個地中海嘅風格係咪？雖然咧唔係話實木家私啦，但係都 OK 嘅，襟用下。就係呢個梳化啦，到時候可能需要更換下，因為咧都係有啲細下，2到3人位嘅。後期咧可以換翻個大啲嘅一個家私。咁如果2個人住咧就唔使換㗎啦。而家下晝5點鐘嘅時間，最真實嘅一個採光度，因為本身呢邊嘅一個燈咧都係。耐咗之後咧冇咁光猛啊，所以咧呢邊都係個最真實嘅一個採光度。咁我哋呢個地板啦都係好乾淨嘅一個情況。後期咧去做翻一個美縫嚇，業主咧裝修翻之後都好少翻嚟住㗎啦。同埋牆身咧都係好乾爽嘅，基本上咧可以睇到啦，係冇咩生活痕跡嘅，刮花啊嗰啲都係比較少嘅。咁呢邊嘅一個餐台位咧，4人位嘅餐台，6人位都可以坐得落啊，基本上咧都係 OK 嘅。69同埋67方最大嘅區別咧，就係我哋入戶門嘅呢個玄關位啦。呢個玄關位咧會顯得成個空間咧會大好多、闊好多啊，好寬落嘅一個感覺。同埋我哋門後邊呢個位置咧，係可以擺翻做翻一個薄身嘅一個鞋櫃嘅呢個位置，
做翻一個薄身嘅鞋櫃，咁成個收納空間咧都係完全 OK 嘅。或者咧係我哋呢個位置咧擺翻一個鞋櫃咧都 OK 啊，或者喺呢個位置，基本上咧好多業主都係咁樣設計㗎啦。咁樣睇翻嚟，成間屋嘅一個採光一啲都唔差嚇。入嚟咧就比較舒服乾爽，因為本身咧佢嘅一個裝修啦，唔會話好老土啦，都係比較現代啲。咁睇埋第一間睡房，咁呢間睡房嘅話咧，都有帶埋一個1米嘅綠地玻璃窗。首先咧就係佢嘅一個景觀咧，都係同我哋嘅主露台望出去一樣，藍天白雲同埋一個綠化景觀，非常舒服。咁呢邊係擺咗一張1.5米嘅床下，都係可以繼續用翻嘅。就呢邊嘅一個地板啦，佢係比較污糟嚇，唔係話有啲粒色啊呢種，就比較污糟。可能之前有人睇樓嗰陣時咧，就冇換鞋啊嘛，落雨啊嗰陣時所以到時候搞翻個衞生就 OK 啦。呢邊嘅空調咧都係有嘅，格力嘅空調嚇，幫你慳翻成皮嘢，自己可以買到2000幾蚊一部。咁嚟到呢個主人房呢個位置啦，全部咧都係統一嘅裝修風格。會比較舒服啲，家私家電可以繼續去使用，直接做到拎包入住啦。成個綠地玻璃窗，哇！呢個景望出去咧，真係靚仔喎！瞓醒覺睇到呢個景觀，好幸福嘅感覺，係咪？呢個綠地玻璃窗咧係帶埋一個轉彎角嘅一個露台，同埋可以睇下呢邊嘅一個牆身非常乾淨嚇。我哋嘅天花咧都係 OK 嘅，冇咩甩皮甩骨啊呢啲問題㗎啦。我哋嘅一個床啦、衣櫃啦、床頭櫃啦，全部都係配套嘅，冷氣機咧都係有嘅，加埋呢啲地板咧都好新淨嚇。呢啲咧到時候搞翻個衞生，拖個地就 OK 嘅啦，唔會話起翹啊呢啲問題。同埋呢啲牆身咧都係好乾爽嘅一個情況。咁嚟到我哋呢個洗手間嘅位置，呢個洗手間咧都係之前開發商嘅一個膠標嚟嘅，基本上係冇咩改動嚇。可以睇得出真係好少翻嚟住咯。你睇呢啲洗手盆。咁耐未住過，頭髮啊呢啲污糟嘢全部都係冇嘅嚇。基本上買翻嚟咧，可能1年咧翻嚟1次都唔錯啦。OK， 嚟到呢個廚房位，咁呢個廚房咧都係比較好用啲嘅，7米長嘅一個廚房，洗切炒嘅動線咧非常 OK。爐頭咧係開咗嘅嚇，之前都有煮過飯，後期咧揾翻個阿姨做翻個清潔就 OK 嘅啦。咁呢個雪櫃咧都係送嘅。不過呢個雪櫃咧就有啲細啦，後期咧就換翻我哋一個雙開門嘅大雪櫃啦，會比較好啲位置咧完全都係舊房嘅。咁下邊呢個位置咧，到時候可以擺翻一個消毒櫃啦，或者係洗碗機而家咧就洗碗機比較襟用啦，係咪？洗碗機咧直接可以消毒啦。咁嚟到呢個生活露台嘅位置，熱水器啦、燃氣錶啦、洗衣機啦，全部咧都係有噶嚇，都係 OK 可以繼續使用嘅。風窗咧都係封埋㗎啦，可以幫你又慳翻千幾蚊啦。OK， 重新咧再俾翻個鏡頭俾大家望一望。咁頭先顯示咧就同大家介紹咗呢層單位啦。目前呢層單位咧係睇新景嚟講咧質素比較高嘅。首先咧佢樓層比較高啦嚇，22樓嘅位置。如果咧矮啲嘅樓層之前咧都有拍過嘅18萬8啦，都係有，但係多咗幾千蚊，樓層高啲肯定揀高樓層噶啦，係咪？比較舒服、通風採光比較好嘅，同埋
我哋業主咧呢邊保養嘅一個質素啦，都係比較唔錯㗎嚇。基本上咧好少翻嚟住，牆身啦、家私家電全部咧都係比較新淨嘅一個情況，可以直接做到一個拎包入住嘅狀態啦，做到一個南北對流嘅情況。195000蚊買一個69方嘅兩房單位，直接做到拎包入住嘅。目前咧紅本在手，隨時都可以過戶嘅一個狀態。如果中意呢套單位嘅朋友仔，都歡迎掃描上方嘅二維碼加曉晴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，或者打電話俾曉晴約我過嚟睇樓啦。喺西行區呢邊想揀一套睇山景靚又要安靜又要舒服嘅單位咧，呢套千祈唔好錯過咯喎。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